Hello，大家好，呢度係逆林逆數。今日嘅主題係本月運勢，8月嘅運勢。今日準備咗3組唔同嘅數字，佢哋係冇任何特殊意義，只係作為今次嘅能量指示。第一眼覺得最順眼就去揀嗰組，然後我會抽每組對應嘅資訊牌同關鍵字，大家可以對照一下資訊牌同關鍵字同自己最近嘅狀態同埋個人信息吻唔吻合。因為呢個係大眾解卦，唔一定可以對應到所有人，所以中1至2項就 OK 噶啦。事不宜遲，我哋正式開始。第一組嘅數字係11，第二組嘅數字係12，第三組嘅數字係13。我哋先睇下第一組11，一齊嚟對應下資訊牌。咖啡因過敏、幸福肥、酒精過敏、避雨、乳糖不耐受、鞋碼37號，有長期服用避孕藥，唔識得煮飯，鞋碼36號，好夜瞓，理想型，野蚊嘅體質，減肥失敗，有人失約，有冥想嘅習慣，有人聽日放假，班長，唔合群，又堅有紋身，鍾意用大袋，鋼琴，靈魂伴侶，啱啱染咗新髮色，嚴肅，唔食辣，以口為業，考研上岸 STU INTP， 細個曾經被欺凌，電單車，祖母綠，普賢菩薩聖誕，占卜，夏天，墨西哥，熱飲，凌晨時分，星期一，去巴產品，天津，紅寶石，廣西，甘肅張掖七彩丹霞，茱莉亞學院，銅鑼灣 Sogo， 品牌魔凡陀，木調香水，牆壁開裂，品牌 Omega， 甘肅敦煌莫高窟，小熊維尼，品牌 Coach， 星期日，佛誕，三星手機，華為手機，手錶愛彼，品牌雷達，那不勒斯。大家對應好能量，我哋就準備抽卦。第一組嘅朋友，我哋會抽2張牌，第一張係你本月運勢8月嘅運勢，第二張係注意嘅事項，分別2張。8月運勢注意事項。第一組嘅朋友，你抽到嘅卦象係地山謙卦同埋巽為風卦。首先恭喜第一組嘅朋友，你8月份係好大機會有錢收啊！呢嚿錢嘅銀碼我唔知係幾多，但係呢嚿錢你等咗好耐。謙卦假以人分金，即係呢嚿錢並唔係意外之財，呢嚿錢似乎係你同人合作共事或者係幫人打工，最後得出嚟嘅成果或者酬勞，只不過係因為一啲原因而擱置。暫時未收到錢，但係你今個月好大機會會收到錢。跟住我哋睇埋隔離嘅巽為風卦，佢暗示住你今個月會有走動嘅能量，無論係工作需要又或者你自己去旅行。另外你會發現今個月要處理嘅事好多，亦都好多突如其來嘅事發生，主打要你隨機應變啊！揀第一組嘅朋友，有人自細好鍾意獨處，好享受個人嘅時間、個人嘅空間；有人曾經占卜過，有人工作需要係需要周圍去。或者自己都鍾意周圍去旅行，有人放假返工嘅時間不定，有人今日或者聽日係 day off， 有人好鍾意買嘢，特別係鍾意啲好靚嘅嘢，尤其是係珠寶同首飾，有人身邊出現咗理想型，或者你另一半就係你嘅理想型。呢一組嘅女性氣息都幾重，應該唔少女性係揀呢一組嘅。跟住有關你今個月要注意嘅事項，雖然得謙卦者，謙虛則有百利而無一害，但要做到真正嘅謙咧係唔容易嘅，因為謙嗰個精髓係在於敬啊。3個 point， 敬人要戒勢利，即係話你唔好太睇唔起人，亦都唔好太睇得起自己。
第二，敬業要戒懈怠，即係話謙虛謹慎咁做事，管好你自己。最後一點就係敬物要戒奢侈，意思係你收到錢之後，你係可以買你中意嘅嘢，但係唔好 over，唔可以亂咁揈，否則就會惹人妒忌，為自己招禍噶啦。如果你遵循翻卦象嘅指引，咁你今個月應該會過得幾滋潤，幾 happy 啊！睇緊視頻嘅你，如果想加深同我嘅連接，可以 click 右下角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我哋而家睇下一組。我哋睇第二組嘅朋友，先嚟對應一下資訊牌。波蘭華莎品牌 Versace， 茅台品牌天梭，萬聖節數碼暴龍，玫瑰調香水，瑜伽館水療中心，年初一裝修意式輕車風，翡翠玻璃種，柬埔寨金邊，裝修新中式風，裝修原木風，裝修現代簡約風。辰時朝頭早7點至9點，丑時凌晨1點至3點。測字術，裝修法式風，裝修田園風，內蒙古有暖氣嘅地方，裝修簡歐風，出面落緊雨，啱啱入手咗新玩具。江蘇蘇州園林單數樓層，手錶格拉蘇蒂原創，品牌泰格豪雅，品牌 Gucci。愛學習，穿着簡潔大方，不配得咁重。換工作，生病或者手術，跳槽，人生第一桶金，鍾意食辣條，有客人到訪自己屋企，做事果斷，中暑感冒或者發燒，血虛，腰酸背痛，破產，大量咁樣拆快遞，啱啱嚟 M， 巨蟹座，嚟緊 M 期間，前妻，增緊機，袋入面有糖，寵物係鼠類 ，YZ， 業緣 INTJ， 有人裝緊修，淨身出戶，另一半係白人，生肖猴。聽到一首粵語歌，大家對應好能量，我哋就準備抽卦。第二組12嘅朋友，我哋會抽2張牌，分別係第一張本月運勢，即係8月嘅運勢，同埋第二張注意事項。第二組嘅朋友，你抽到嘅係水山煙卦同天地否卦。第二組嘅朋友，你今個月運勢麻麻，舉步維艱，前路險陷，後有阻礙。呢件事你深知唔係突然之間發生，係之前一直以來堆嘅嘢堆到而家似個爆發。你係心煩意亂嘅，但係而家最需要做嘅嘢係冷靜，要尋求他人幫助，你今個月先有機會渡過難關。右邊呢隻天地否卦，亦都可以叫天地否卦。否極泰來就聽得多啦。咁泰往否來有冇聽過？前面嘅泰卦係講緊亨通到極點，物極必反就會出現個否卦。否卦嘅意思係閉塞、變壞、滅絕、上下不和、萬事隔絕、不利到極點。呢一組人身體唔係咁好，好容易血虛，有離婚嘅能量，有人準備結束或者係結束咗一段關係，有人好多愁善感。有人工作能力好高，經濟實力好唔錯，有人睇緊屋，睇緊啲裝修，有人最近買咗好多嘢，特別係奢侈品，例如係手錶、飾物等等。跟住我哋嚟講下你需要注意嘅事項。第一，你今個月要知險而能止，唔好冒進，唔好冒險，低調咁做人做事。有啲咩口舌是非，人哋點講你都好啦，你就扮聽唔到。第二，對於你重視重要嘅人，你要主動同人溝通，不論係親朋黨婦定係親密關係，你都係需要溝通。你唔去溝通咧，就會有好多事壓咗喺你心上面，百害而無一利。
第三，主動尋求協助。人係冇辦法唯世獨立嘅。你今個月嘅運勢係麻麻，所以有啲咩事你需要人哋幫助，真係要開口。咁嘅話，你今個月都唔會過得太難。希望呢一組嘅朋友可以關關難關，關關過。睇緊視頻嘅你，如果想加深同我嘅連接，可以 click 右下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我哋而家睇下一組。我哋睇第三組，先嚟對應下資訊牌。舊同事買咗新嘅床上用品。講嘢嘅語速比較慢，另一半係 E 人，身高1.7米或以上，綠子，鳳凰男，啱啱入手新嘅電子產品，住喺40樓以上，住喺30樓以上，生肖兔，英氣或者有輪廓感，買咗新嘅鞋，有曖昧對象，全屋訂製。INFJ 生肖雞，邏輯思維強，心情沮喪，研究生 MNO JKL 講嘢語速比較快，唔擅長表達情感，脾氣大 STU 細個曾經被欺凌，生理性喜歡婚前協議 ABC。 颱風暴雨古蹟紀念館迦南菩薩關公聖誕葡萄牙里斯本佛山祖廟單數樓層泉州或者釜山清晨早上愚人節小綠蔭春天湖南立春安徽黃山手錶江詩丹頓品牌泰格豪雅品牌海尼斯品牌 Kate Spade 品牌 Gucci 廣東1月日本銀運小年電梯房深圳坦桑石6月青金石浙江。大家對應好能量，我哋就準備抽卦，跟住我哋會抽2張牌，分別係本月運勢、8月嘅運勢同埋注意事項。本月運勢、注意事項。第三組嘅朋友，你抽到嘅卦係雷風行卦同風水換卦。第三組嘅情況有啲特別。首先第一點，要恭喜晒呢一組應該係有人要結婚啦。跟住第二點係有人喺之前 prepare 咗一啲嘢，今個月迎來收穫收網啊。換言之，呢一組嘅朋友，你今個月要升級啦。你哋會好忙，好多事要處理，對未知會恐懼同緊張係好正常嘅事。第三，呢一組嘅人過住一個恆常嘅生活。然後我哋睇下右邊嘅風水換卦。換卦所描述嘅係人類大遷徙嘅場面。遷徙嘅時候呢，就會有散，亦都有聚。你今個月好大可能要清理一啲關係，一啲唔需要，甚至乎係應該要斷嘅關係。咁人心係肉做嘅，你喺清理關係或者係去斷絕一啲關係嘅時候，係會感覺到有啲不適，好正常。呢一組人住南方，有人住喺一啲濕氣比較重嘅地方，有人同另一半嘅性格好唔一樣，甚至乎係相反。有人同宗教好有緣分，有人對歷史好有興趣。呢一組嘅女性喺親密關係入面係屬於女強男弱，女仔嘅氣質會偏御姐。有人出身係一個比較大嘅家庭，父母兩邊都各自有3、4個兄弟姊妹以上。有人鍾意日本動漫、2次元文化，有人好鍾意水晶，有人好鍾意購物，已經買咗好多嘢。跟住我哋嚟講下今個月要注意嘅事項。雖然揀呢組嘅朋友情況有啲特殊，但佢哋有個共通點，都係長期主義者，包括係拍長拖跟住結婚，長期佈局跟住收網，為咗安穩嘅生活，不停咁樣去 keep balance。呢一組嘅朋友，你嘅 balance 係 keep 得好好，你只要長期咁樣將簡單嘅事重複做，我相信你想過上理想嘅生活係唔難嘅。睇緊視頻嘅你，如果想加深同我嘅連接，可以 click 右下角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
今日嘅大眾解卦就到呢度。鍾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點讚、關注、留言俾我。睇緊視頻嘅你，如果有啲咩主題係想睇嘅，歡迎喺評論區留言。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